大家好，今日一齊做英式馬芬麵包。所有材料喺以下揾得到。今日我哋用麵包機，你亦都可以用 stand mixer。首先放入牛奶、雞蛋、鹽、糖、菜油、中筋粉、酵母、放入麵包機或者 stand mixer 攪20分鐘。一共攪咗20分鐘之後，就俾佢發酵1小時。而家將佢攞出，撳扁排氣，將麵團分成3份，將麵團壓長，然後內接成一個圓波。將小麵團放入已經抹咗油嘅麵包盒入邊。今日我用嘅係13乘4寸嘅麵包盒，如果你用細嘅話，咁就可以做到2條麵包啦。用布或者用保鮮膜冚住，等佢發酵45分鐘。發酵完啦，而家滲上粗玉米粉。焗得啦，而家放入焗爐350度焗30分鐘，然後拎出嚟放涼。切得啦，咁就做好英式馬芬麵包。烘一烘，搽上醬，咁就食得啦，好味道啊！